来乡亲啊，继续是财经的消息。中东的局势紧张，进一步来刺激到市场避险的需求，所以金啊阁起价了，一钱已经起到9780块破纪录。3个月前是今年度金啊上俗的时阵，讲结婚上侪人所买的这种2两的金啊的套组，3个月前买甲即摆买是足足差3万块。专家讲，看目前的国际情势，这个金啊还阁会继续起价。金讲闪闪的黄金摆几道，想要买来保单，除了落地啊，爱有够深，嘛得爱掌握时机。国际金价由原继续起价，17号每盎司黄金是2414块美金，涨直接升到每盎司2448块美金，创下新高。今仔日虽然价少有小可落，每盎司是2428块美金，不过价少也是真高。每钱9780元，对，也是历史新高。3个月前刚好就是今年度的最低价的时候。金贸易业者是最气算。2月20日金价1钱8060块，涨1钱升起到9780块，算落来过3个月，一两黄金就差17000支。照安尼推算，若是提早3个月买结婚上前门2两的套组，等于就省34000多块。很多男孩子喜欢买那种3两的麻花项链啊，或者5两的麻花项链啊。那3两的麻花项链呢，就可以相差到5万多块。专家分析，金价会继续起，和地缘政治真有关系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火也未结束，加上19号伊朗总统对击，中东的情势紧张，刺激到投资人避险的需求。另外，市场对美国降价利息态度真乐观，这嘛是关键。各国的央行还是持续在购买这个黄金哦，因为还是希望是可以降低这个美元带来这个冲击。往下半年看的话，美元没有来这么强的这个情况底下，我们认为黄金都要有在表现的这个机会。站上这个2500，其实应该是指日可待。专家研判，若是美国通货膨胀继续降温，对推动金价真有利。上证金价将会继续起，是讲也是爱提醒投资人，都爱随时注意国际局势变化，降低投资风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